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布袋戏。讲红啊，摇出来是乌风济主左右，撩落即摆就起来。报啊，兵济主，门口白水济主来伫咧求见。乌风济主声头压低，讲即个原来一支刺，赶紧请伊上座。但毋知来意啥款。讲到即句一支刺，社会来讲，就是讲这原来一方一霸。伊有原有伊的名声，有原有伊的地位，有原有伊的身份，毋好无甲遵循。安尼讲，做一支刺。啊，当然啦，乌风济主安尼咧讲时阵，了落的应声呢。讲济主，我看迄个吼面相歹看，无定来要甲咱牙硬过诶。这有可能。大家地盘互相交涉，有订单的时阵，普遍应下。啊好，等伊来赢硬糕无要紧，我绝对无互伊好食困。即句赢硬糕，咱知影，糕啊硬冻冻，你硬要赢，无要落冷的时阵，就是讲石头要磕石头，大家要架一个拄头。这原来社会上，各种伫咧讲架度的时阵，咧品美角的时阵所讲的话，即个话拢真咸啦。若甲要赢硬糕，就是要相杀啦。结果撩落去，刀啊夹出来。咱知影啦吼，迄外台布袋戏吼，刀啊临时要用，自然才夹起来，放在舞台中啦。啊，即马乌风济主坐伫咧正手边等，换倒手边白水济主红啊夹起来，结果起来尔，态度气夹，讲无几句，乌风济主刀啊就断落啊！你敢来担遮，甲我一支长一支短？即句一支长一支短，原来接头拄啊，各种咧讲的。一支刺是一方之霸，一支长长的糕啊压硬糕，你唔放落软，敢淡遮甲我压浅，立场徛颠倒面，一支长搁一支短，我来讲一句，你甲我应三句，你唔无爱命呢？结果安尼甲吓落尔，白水济主煞话拖咧四界行，拖咧四界行嘛袂使呢，你唔通淡遮甲我543呢？吼，啊若即句543社会即马搁加减有咧讲。乌风济主就甲吓讲吼，你门东应西，你就受大灾；门南应北，你头壳爱人。有话好啊，甲我讲，唔通来遮惹是非啊！